到 Go Go 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姐，客家料理超棒、超好吃的。我昨天吃了梅干扣肉啊，更是下饭哦。而梅干菜呢，它主要是大芥菜腌制而成的。而说到了梅干菜，就是鹹菜乾。鹹菜乾呢，就是梅干菜哦。做梅干扣肉的时候，不能少了这一味哦。那么其实梅干扣肉要做也不难，把油锅爆香之后，把我们刚刚提到的鹹菜乾还有3層牛呢，放在一块蒸煮30分钟以上，最后取出来倒扣在盘子上面就成了。那么盘子呢，就叫做盤呢。盘呢就是盘子了，那记得哦，梅干扣肉在上桌之前呢，要加点香菜来点缀一下，这样才能够色香味俱全哦。而说到了香菜，就是香菜香菜啊，到最后啊可以起画龙点睛之妙，不要忘记，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話呢，就是梅干菜蒸五花肉，很对味。这句話應該要說的是鹹菜乾整3層肉，一夾咪。鹹菜乾整3層肉，一夾咪。今天 Go Go 公好發帶您一塊來品嘗這一道經典的客家料理。金姐今天带你来吃好料哦，来吃吃看客家有名的梅干扣肉。梅干扣肉我很常吃啊，很下饭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这家很不一样哦，它还有创新吃法。金姐，你一定要吃吃看它的鹹菜乾，它的鹹菜乾很香哦。客家菜你这么常吃，你会做吗？当然会做啊！我告诉你哦，像这梅干扣肉啊，到时候呢倒扣在盘子上面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加点香菜我告诉你哦，它有创新吃法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我觉得这个梅干扣肉啊，真的是香气十足，十分下饭。香香咸咸的啊，这白饭呢，真的是一碗接一碗呢。所以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呢，我们最爱吃的这个梅干扣肉，不能少的梅干菜就叫做鹹菜乾。鹹菜乾就是梅干菜了。那另外要记得哦，这梅干菜哦，就是做了梅干扣肉之后呢，做好了要倒扣在盘子上。盘呢就是盘盘呢就是盘子，不要忘记呢，上桌之前呢，还得要撒上一些香菜，叫做香菜香菜就是香菜了，没錯。今天幫大家複習的一整句話呢，就是梅干菜蒸五花肉，很對味。這句話應該要說的是鹹菜乾整3層肉，一夾咪。鹹菜乾整3層肉，一夾咪。今天 Go Go 公行發帶您認識了這一道客家的經典料理，我們下次見。